남녀도 감사. 아니 잘라 가즈 많이 가즈 가도 뭐가 나서대 얘도 차상 거리 남다면 그랬어. 그렇지 가즈 많이 가즈 가도 어도지 링에도 샘딘의 도지 수기 잘라 마우셰라도 닝고 있는 Kela kung suta ya ne zu chila su. Han mo zhe ge dan dan de mo zhe zeng de du en di xia zhuo ya ma su duo an che san ta na wo zu mo zhe guo ya de xin de 130里的这哎呦那做130里的干啥？我这单班啥干啥技术弄完这哎呦那做。现在我得的就有把这些俺咱们是辛苦多去，我说的苦的有，我拖进那刚我转发这去多去，130我拖进拿了，那130的的，就叫那忙差去，出也过了民多，我拖进拿了。抖音。做其实呀，加拿这新的当这的钱人呢，的浪赛市区是的，工作谈的加拿路的，那的垃圾这样么子的这噻，的你们看有噻，其实看那做加拿这样当这有呢，也偏难的。你来给别说就好，那你也说。他说过7年刚了，拖进拿了，打刚了，刚来卡索了，这那1年的就叫大家公司刚了，我拖进拿了，南大没我的也给人，那么这几看查，么这几路边干的，多么这你的就有了。俺当初出入接单我那些呢，就是准备接不到的呢，俺家那的话。去呀的去把车先得用大人工作多的木工作室导航那路收图的，的可能还没我不大清的碧桂园连书房书的看不上脚的，的书的用大人我拖荐那个我拖荐那的。从黑夜到黎明，不管有多难。挫折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从黎明到白昼，未来就在前方。跟着那一道光，一起实现梦想。守护着我的光，拼命往前走。排除了所有胆怯和懦弱，还在等什么？望着前方的路，朝向你挥手，慢慢的走，默默奋斗，在光的尽头会有结果。相信的理由是自己的双手，无畏一切的艰难退缩。从黑夜到黎明，不管有多难，挫折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从黎明到白昼，未来就在前方。跟着那一道光，一起实现梦想。守护着我的光。咱这人哭着也得怪。
俺是对路古龙，全部咱们起来给俺的怎么来的？如果我们去出他们当家的几个自装的，几个中他这三用的几个，结果就这里头把他点样，俺就他这个起来的这边春季给他这哦，这种说外面的这个看看不起啊，他这些。抖音。 초지 라가니 체도 초시 참게 기조 결지 스몰링 양아 단도 주종 계기 종 계진배 체도 원소 조세 주칸기 고전난 류 다단데 있는 주종 계기 레공 카기 레지 레수 직도 제제 뉴스 보고리아 로교기 원소 접소 지신배 칸리샤 다코난 주 단도 랑코난了 로교기 원소 디게 루 차别节了 도공 참을 람상 뉴스 보고리아 계가 중요지도昨天晚上2点钟从日喀则出发，现在已经安全抵达咱们地日县。哥，他这么看懂啊？要不啊？这来我呀！从刚刚那边发放完了，现在这边又到了下一个。在一开始。 当你一个字都给他搞不到。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刚刚这边的几个地方已经给完了，然后现在再去下一个地方。一切都已改变。 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这个东西已经这边卸完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现在数一下。然后他们乡政府的意思就是数一下，然后分给7个村。没，你看，现在都在震着，真的地下脚下是不是？真的刚刚这晃动。 你看车都刚刚震了一下，车都在动着，看。每人拿一个，写一个。503除以7个村的话，一个村可以拿71箱。先来一个村，来一个村，来拿8个、9个，29、23，这个村完了啊！哦，这个是你们村的，其他6个村拿完了。现在7个村的这个饮料全部都分配完了。这个后面这个我们再数一下有多少，然后再分给7个村嘛。一个是很长的，这个绝对耐用，这个是绝对一定用得上。有28袋，然后7个村的话，一个村拿4个，3个、4个。
下一个村是谁？3、4，我带够了。然后这个是被子，咱这个就7个村能分多少就分多少，就每一个村分一个。现在7个村都够了啊，现在都够了是吧？亚人家刚刚上，然后第2批物资我在这里已经分给7个村了啊，已经全部都送到位了。哎呀，一个队收进。哎呀，参马起来，干小老家，拜拜。要不点么，要不起来，我去。哎呦。丁镇县这边呢，差不多已经完了，现在咱们简单吃个饭，去出发，拉着线，等我们啊，扎西德勒。抖音。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